得着耶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花唱歌。着耶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耶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神面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咱三甲来吟圣诗，学了上帝。圣诗165首，听堂圣神求你降临。圣诗165首。咱三甲来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非洲彼得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平，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用上帝话来启应。启文59篇，也就是罗马书第10章，启文59篇。你若用嘴宣认耶稣是主，因为人心信就得到称义。圣经有安尼记载。犹太人甲外邦人拢无差别，伊会丰丰富富赐福予所有求叫伊的人。毋过因都无信伊，哪会求叫伊？
都无人传，哪会听到？照圣经所记载，传播福音的人，因的脚迹偌尔水。以赛亚讲：主啊，什么人信阮所传的信息？不过我要问，因检真正拢毋捌听到。圣经安尼记载，因的声音传遍全地。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万权的阿爸的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学了你。你是满有恩典、有怜悯、无快受气、阁有丰盛的主爱。你是日头，是灯牌，你赏赐恩典甲阳光。你袂捌留将好物，无互遐行正直的人。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差遣你的独生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成做阮的救赎主。亲爱的主，感谢你伫世界顶的保血，洗清阮一切的罪，除去一切不义，互阮的生命因为主来得到更新甲改变，互阮会当伫基督内面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亲爱的主，是你拣选阮，毋是阮拣选你。佮爱阮去结果子，互阮所结的果子会当久长伫地，互阮的生命会当成做侪人的祝福。亲爱的天父上帝，求你怜悯赦免阮世界人所犯一切罪，直到这个武汉的肺炎的疫情由原伫世界的创行，求主你来怜悯。主啊，求你帮助阮世界人，阮的人类会当来找求你，来归应你。互这个疫情会当紧紧来得到消灭，来恢复阮的人类伫世间过着平静安稳的生活。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每一个所在、每一个时刻，拣选人成做你的儿女。求你赐福今日所要洗礼、甲信仰个别者的兄弟姊妹，求你帮助因，互无论伫任何的环境，拢会当倚靠你来过着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圣神，你要将水灌压伫喙焦的人，你要将河灌压伫大地。你是伫沙漠开江河，伫旷野开道路。亲爱的圣神，求你来不断触摸阮，来灌压阮，互阮的生命会当亲像活水的江河，不断来沁出，互阮会当活出基督的形象甲样式，互阮会当成做合你心意的人，互阮的生命会当彰显上帝你的荣耀。阮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学了，圣歌队要用欢喜歌声来学了上帝。
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3章13节到22节。彼得前书第3章13节。你若为着好来热心，之罪为害恁，总是你若因为义来受苦，就福气，无得惊因的威风，也无得背叛。独到恁心内就掠基督做主，尊伊做圣。既然有人问恁所毋望的因由，就着不时辩辩，用温柔甲敬畏来分诉，着存无通责备的良心。遮恁伫打扰一项事受诽谤，就伫迄项事为互遐的污赖恁点伫基督的好品行的，家己受见效。因为上帝的旨意若爱安尼。就恁行好来受苦，比行歹来受苦较好。因为基督也一摆为着罪受苦，义的替不义的，是要带咱到伫上帝。论肉体就受死，论神就得活。伫迄个神也捌去传道理，互家内遐的神，就是早毋信趁的。当上帝吞论听候伫哪啊的日，被办大阵的时，即迄内面的人少少，只有8个对水得救。即个所关照的洗礼，打也救恁，毋是拄去肉体的拉三，就是无通责备的良心，上帝来求，是对耶稣基督的国活，已经去天呢。打伫上帝大名，才会天使甲有权柄的、有气力的降服伊。以上，愿上帝赐予咱所读伊的话，佮遵循伊的真理去行的。讲道今日老人民牧师所要传予咱的信息是：着存无通责备的良心。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阁有机会阁一遍伫伊的厅内面做伙来敬拜。我想咱做一个兄弟，拢像拄则咱圣歌队因所吟的诗歌同款，迄种欢喜的心情，我想咱无法度会当用言语来讲，因为今日也是咱即个后疫情的即个时期咱教会渐渐要行往正常的聚会特别咱今日是咱圣歌队做头一阵会献诗，然后咱的团契也要渐渐来恢复正常的聚会。这拢是咱通讲生活伫台湾的兄弟姊妹，通向上帝来献上极大的感谢的一项事。今日的经文，亲像彼得对伫伊所牧养的信仰的团体伫因的洗礼以前。来所上的一门，即个咱讲基要真理的课程，伊伫20节，伊来指出着讲，伫那亚的时代，当上帝伊要用大水来洗清去迄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以前，只有少少的人，因有相信那亚对上帝所领受的话，然后来入入蛇船的内面，互因家己来得到救。第21节。保罗伊则使用一个字叫做 antiputos， 意思就是相对，也是讲三亲像。伊来说明讲，那亚的例是一个洗礼的三对应。这会通解说讲，就亲像一场的洗礼同款。那亚对伫大水被拯救出来，是一个洗礼的预表。总是伫即个洗礼的预表的中间。有几个特质，咱爱知影的元素。第一就是犯罪的人，伫今仔日的经文讲是早毋信趁的人。第二是一个特质讨论的元素，就是上帝的主爱。上帝对人甲对万物的疼。上帝毋是知影人犯罪以后，伊就随时来消灭这个世界。上帝有愿意听候遐愿意听探伊的话的人，来伫即场的大水中间，互因来得到救。第三个元素就是基督
搁活的大溃烂。彼得记21节，伊来指出着安那所拄着的大水是上帝过去的方式，对照着即个有表的洗礼。彼得讲，即摆的洗礼也是要互咱得到救。总是即个洗礼所产生的大溃烂，是出对耶稣基督的搁活。然后最大意义，毋是除去肉体的拉残，是通好，互咱有一个无通指责的良心来向上帝求，向上帝求，向上帝祈祷。这个动作也是一个建立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毋知洗礼对咱来讲所代表的意义是甚物？我捌听过有人认为，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真好，总是伊无爱洗礼，因为伊讲伊无想要奉献1/10，因为伊有听到讲，只要是基督徒，就爱实行11奉献。毋过我最近伫一本册内面，我也看到一个对伫奉献的理解有无共款的观点。这本册的作者是一个牧师，伊讲伊奉献的目标是爱奉献到，互家己的生活伫要过袂去，也是讲奉献到伊的心会痛。伊引用哥林多后书的第9章的第7节来教导，伊讲：逐人照伊心内所有定着的，无得烦恼，无得勉强，因为欢喜提出的，上帝听伊。伊讲奉献真容易落入迄个律法主义的心态，总是健康的奉献的规则是用恩典来当做出发点来实行。如果是出对内心的罪恶感，也是讲歹势奉献，咱的奉献无法度互咱甲上帝去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就亲像咱去疼一个人，如果是因为义务，这种的疼甲关心，无法度互咱甲这个人建立健康的关系。所以关键就在于咱爱去思考，咱家己是怎样得到上帝的祝福，然后出对咱对上帝的感恩，就互咱自然对伫奉献这项事有无共款的领受。奉献敢是洗礼以后基督徒需要操练的功课？我想这个答案，我无法度肯定来讲 yes 还是 no。自咱对主日学的时期开始，阮就教导细囝，奉献其实有真侪无共款的意义。奉献是对上帝的感谢，感谢上帝赏赐咱丰盛，然后咱透过奉献的这个动作来表明咱承认讲，咱的一切拢是属于上帝的。奉献也是一种的分享，亲像咱每一年的感恩节，主日的学生会将这个奉献来捐献予遐需要关心的弱势的团体。奉献也是伫圣经的记载中间，咱唯一通试验上帝的事。伫马拉基书的第3章第10节，伊记载讲：万军的耶和华讲，恁着用10分的1分，完全散入府库。互我的厝有美牛，用这个来试我，看我果然甲恁开天的窗仔，变福气互恁，到无地通下无。上帝清楚的应允是，奉献要替咱开一个窗仔，上帝要对这个窗仔来变福气互咱。这个福气是要互咱增加无所在搁通底。我嘛有听过，有个人无想要洗礼，因为伊惊互人选做是长执还是团契的首长。洗礼对伊来讲，可能是一种伫教会群体内面身份的证明。当然，伫咱长老教会的制度内面，咱也确实，逐人拢伫教会有伊的户籍，所以
咱可能嘛有看过，有个人伊明明伫即间教会咧固定聚会、参与团契，伊真享受迄种团契的听，以及伫教会内面聚会的文化。总是伊的职是伫另外一间教会，因为伊无想要被选做中职，也是团契的首长。当然，有个人伊无想要洗礼，是因为圣经真侪所在，伊所描写的内容，就亲像咱今日所读的经文同款。要做基督徒的人，要有心理的准备，就是你有可能会互人欺负忝忝。虽然彼得讲，你若为着好来热心，治罪会害恁。毋过，咱可能嘛有听过台湾一句俗语讲：好心安怎？互雷针。大家拢有好心过啦吼。如果咱若继续看经文，咱发现彼得伊嘛知呢，因为伊虽然伫14节安尼讲，伊讲啥？伊接续伫14节，伊就讲：总是恁若为着义来受苦，就有福气。意思就是讲，虽然有时阵咱做的是好，毋过嘛有可能会受苦。当我家己在看这段的经文的时阵，就想起着过去巴克的牧师伫议论伊所拄着的代志。伫主后的1885年，伫即个屏东的内部，迄段是客家的基督徒。伫议论遐一个信徒，伊购买着购买一间厝，然后要来做礼拜堂。就即个反教者，因就来看到教会设立来扰乱，然后台南的教士会就决定派巴克的牧师去协调。7月18，当巴克的牧师到伫议论迄个所在来拜访长老，要参详讲要安怎去处理这扰乱的事。长老也无能为力，所以过当天，当巴克的牧师在主持礼拜的过程中间，突然间落声大响，有一群人伊拿8桶的肥来淋伫礼拜堂。巴克的牧师也袂赴讲话的时阵，这个肥水就来压伫伊的头壳顶。就是这个时阵，巴克的牧师却是向这人来讲，可惜啊，这个肥水若是压伫田里，毋知有偌好。巴克的牧师的反应，相信由迄个时阵的百姓看见着，当一个传教者。伊面对着危机，伊是怎样有智慧来面对？所以，当伫1895年，台南市面对着日本帝国有可能发动战争的危机的时，地方的人士也搁一摆想起着巴克的牧师，通是一个适当的人选，来代表着台南市甲日本兵来做交涉。做了好，依然有可能会受苦。总是这个受苦的背后，也是咧累积咱生命的经验。当咱面对代志的时，有可能是互咱受伤、生气、甲委屈。毋过，这是真做一门的功课。亲像彼得伫15节，伊才写讲，就得不时便便，用温柔。甲敬畏来分数，敬畏是因为咱的心内掠耶稣基督做主，尊伊做圣；温柔是因为咱通尊着无通责备的良心，所以咱会通选择用适当的态度来回应着对咱无友善的态度。温柔也无代表是软弱。也无代表是好欺负。温柔的人往往有一个柔软的心，总是当面对着需要公平正义的时阵，伊有一个坚定的态度来面对。我甲新学院的学生分享讲，
伫新学院内底，相信因咧装备的过程，拢会去感受到，伫即间学院咧教册的老师拢是真温柔的老师。然后老师对伫学生嘛，拢有一个温柔的心来看教。总是当学生写出着无够额学术水准的作业的时阵，应该替报告的时，老师嘛会用一种坚定的态度来面对学生。这种教学的态度，就叫做是存着无通责备的良心。什么叫做为着好来热心？如果咱对圣本岛的条规来看，咱也通对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见到，因要家己所认为应该做的好。伫圣本岛的修士，因以即个圣本岛的条规来做因生活的准则。即个生活的准则是照着圣经所教示的内容。伊讲无有任何人会当有任何的理由，照着家己的意思甲想法来做代志。即种是伫主后的529年就开始传落来的生活的规则，也是讲操练的节奏。所以除了是圣本岛因的团体所认为智慧的传承，其实也是咧帮助因对每一项事去经历着耶稣基督的同在，也帮助因伫日常的生活中间去超出天父的旨意。关系到修道院的生活，是照着诗篇的119篇164节所讲的。伊讲：我因为你公义的判断，逐日7摆学了你。所以伫修道院内底的生活，因每一天爱祈祷7摆。对透早半暝3点开始第1摆，然后每3点钟就祈祷1摆。所以3点叫做早祷，6点嘛有一个早祷，然后9点、12点，一直到伫困以前，每一日因讲祈祷的时间加起来大约要有4点钟，然后其他固定的时间就来做工、读圣经、休困。所以你想想，伊修士的生活，每一日拢有伊分配应该做什么代志的时间。因生活是照着这个精神来定了规矩。这也提醒因讲，时间毋是家己的，因的时间是上帝的。所以当钟声一响，因就必须要停落来。当因咧做什么代志，因就必须要停落来，然后去转换到后一个要求因爱做的代志。因教导修士，时间一到，当你咧写字的时阵，你就爱甲你手中的笔放落来，连即个字母要加画一笔拢袂使。所以安尼的生活的模式，其实是教导这个修士去体会一项事，就是不管是因食饭、因休困、因佚佗、因祈祷、因读圣经、因工作，拢有一个合宜的时间，拢有一个合宜的地点。然后伊伫其中所学习的是生活中的每一项事，拢咧帮助因形塑出基督的款式。常常有人会问讲，基督徒是生做什么款的款式？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基督徒就是三亲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个别，上帝是咱的主的兄弟，你画出来的款式就是基督徒的款式。就是咱伫众人面前承认个别耶稣是咱生命的主，也因为安尼，互咱愿意来画出基督的款式。咱也需要搁一遍来感谢上主，借着耶稣基督
为着咱每一个人的牺牲，通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来到伫上帝的面头前，甲伊建立关系，来得到上帝对咱丰盛的祝福。最后，牧师也要先恭喜伫咱今仔日要洗礼的每一个兄弟姊妹，因为你一定伫你的生命中间来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个选择，相信也要来帮助恁，互恁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旅程。伫这个旅程中间，你要对生命有新的眼光，有新的看见。相信上帝也要互你经历伊所为你准备这个稳定的道路。也愿咱所有东门教会的兄弟姊妹，也同齐来陪伴因，互咱伫主的内面彼此扶持、彼此关心，也互咱做伙通遵着无通责备的良心，同心来行这条信仰的道路。咱做伙大家来祈祷。至圣的主，愿阮所做、所想、所讲的一切，拢是通荣耀你的圣名。也愿你的圣神时刻来引带阮，当阮心心软弱的时，恳求你来成做阮的扶持；当阮面对艰难困苦的时，成做阮的帮助。也借着主耶稣基督格外的开力，互阮脱离罪恶的捆绑，来得到生命的拯救。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要来举行洗礼，咱来吟圣诗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圣诗351首。甲我无欠事件，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有极真奇妙的平安。一切关天高接受平安，为你为我担臂膀。上主的水泉赐予咱人，但是咱永远袂孤单。恩惠要满满家己啉酒，要给你我永久高扬。咱开咱，互咱做伊着新路步。咱得的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伫五旬节彼得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有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甲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赏赐，因为所应允归伫恁甲恁的子孙，以及拢总远远的人，就是记拿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
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佮受洗礼。我也要对恁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实反悔，告别恁的信仰，佮伫伊的名来受洗礼，即个洗礼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恁要洗礼，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牧师所要问的。请咱详细来听，详细来应答。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啊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真来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即日咱请所有会众起立。就美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阿免。林国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阿免。好原文，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阿免。但我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阿免。林志友，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上帝的名，阿免。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你一尽正圣，佮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的时，得到保全无通嫌。恁已经告别恁的信仰来受洗。我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台南东门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咱做伙三甲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阮感谢你遐尼大的恩典，用这个圣礼典接纳你的囝儿入你的教会。愿你祝福因，求你用圣神降落伫因的顶面来坚固因，也用恩典赏赐因，互因结连伫基督得到主的充满，永远伫你的内面。拄着试探的时，保护因，互因为征战信仰的好征战。愿你的气力扶持因的软弱，保守因安稳伫你的听，搁互因为一世人来服侍你。主，求你，互阮逐人伫今日参与伫即个圣礼典了后，会搁较明白洗礼的意义。求你赦免阮，因为离开你的道路，致到阮亏欠领受洗礼的恩惠。求你，互阮为完全反悔，带阮倒转来归伫你，对答了后，会做你尽忠的奴仆。愿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免，会众请坐。咱即碟要来敬上因洗礼的证书以及礼物。来，就比底来。岳云，还文。请这，只有，咱请上河转，上河转，咱请小会员来接纳。恭喜，欢迎你。咱也来介绍一下咱今日洗礼的兄弟吼，对大家正手边来介绍起吼。第一位是即个周美智姊妹吼，然后来，伊伫咱的上河团契吼参与20档啊吼。然后咱透过进前美珍老师因的即个幸福小组邀请伊，然后鼓励伊来洗礼吼，咱感谢主。第二位岳云，岳云是咱教会的青年啦吼，然后爸爸妈妈今日嘛，迄个岳成伊是伊的哥哥啦吼，岳云是小弟安尼吼，咱等下阁有机会当个。第三个是黄文，许黄文，伊嘛是参与伫即个青少年牧区的活动的中间啦吼，我感觉个性真直真袂歹的一个青年吼，然后是。陈月清，陈月清姊妹，伊是即个春觉老师的朋友啦吼，伊邀请伊来教会参与伫教会活动，然后也鼓励伊来洗礼，感谢主。最后是知佑，林知佑，你嘛是咱教会大汉的青年啦吼，那感谢主，因即5位今日受洗礼，也愿咱兄弟来加做因。伫信仰上彼此的帮赞，甲彼此的鼓励。好，请回座。咱搁唱一遍圣诗的351首的第1节，第1节，第1节就好。咱接下有3个要信仰个别的吼，就是对伫他教派，然后要规日仔咱长老教会，咱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主受所苦言的我命。伊若人说他伊袂受伤，互你甲我无欠一件。咱得的帮赞是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这会徛伫咱面前的是伫过去伫他教派已经受洗礼，今日也要伫咱正兄弟面前来信仰个别，来归伫咱长老教会。所以，这点咱也要做伙起立来纪念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信仰个别，请兄弟做伙起立。愿信上帝，
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会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做人，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和。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间，赏赐开力，互阮伫万百事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搁定居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五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伫赦免，用虔诚、仁爱甲献身的生活。归荣光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乡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负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要文艺、科学，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文字。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投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阿免。阿姐，请坐。恁过去也已经受过洗礼，既然伫基督耶稣来成做伊教会的会友，来属伫伊。但今仔日你也要伫长老教会会友的面前，来搁一遍告别你的信仰，也来重新来誓约。所以我劝勉恁，着告别恁的信仰，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诚实来应答我所要问的。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来得到罪的赦免，也无？恁着倚靠上帝的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恁有决意安尼行，也无？只是恁家己也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甲台南东门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新的约的恩典，请咱做伙三个来祈祷。尊敬的上帝，你有起造你的教会伫地上，也阁有应允要保守伊到落尾。愿感谢你，互教会来对伫接纳这兄弟周群上帝的欢喜。阮也感谢你，因为对伫因的信仰，搁一摆的告别，来互因有份伫基督的体，也互因得到信仰的培养，以及生活得到好的帮助。愿恳求你赦免因拢总的罪，因即时也搁一遍要奉献因家己，求你用你的恩典接纳因。当因就近你的圣餐，要接纳主耶稣的身躯甲血时，求你也互因来得到你的听，来有份伫你。主啊，用你对面顶来开力，来保守因，互因永远属伫你。
日日伫圣神的引带来进步，到伫你永远的国的内面。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咱嘛有准备即个信用个别的证书甲礼物要来赠送互因。黄晨怡，用水晶，吴伟林，向后转，好，咱请小会员来接纳。恭喜！不用。好，咱嘛来介绍一下吼，对即个恁大家正手边开始吼，第一个是黄琛怡，我知影就是伊的爸爸妈妈是伫咱教会遮受洗的啦吼，就是前即个黄辉啦，叫成大的校长啦吼，伊也对着因爸爸妈妈的口播来参与伫咱东门教会吼。第二位甲第三位是翁仔某啦吼，就是尤水晶兄弟甲吴伟林姊妹吼，因是对美国，然后转来台湾了后，然后因的即对等于讲对美国转转来咱东门教会安尼吼，所以水晶兄是即个成大的教授啦吼，即个伟林姊妹是教授的太太，吼，足重要的啦，这足重要即个伊嘛参与伫咱的圣歌队内面，吼，足长的一段时间啦，吼，所以咱欢迎因加入咱东门的大家庭。好，请坐。咱做伙来唱圣诗352首，要举行小仪的洗礼。行迄个伊，也有关系伫小仪，亲像骨肉行甲咧，表面行伊小上帝，环境有用洗礼体，对早以来无搁改，洗礼表面有因心。就是起骨甲活心，世间大罪来罪死，求主我记事我记，细汉的那天我记，你对你家的父母已经受洗清。人在行伊也做成，早事都要不行，不是紧紧吃定定，爸母这行你朋友，不当好因常常甲是信耶稣。日日因带行天路，咱来听马可福音所记载的：有人带细囝到耶稣，就近耶稣，要互伊摸。学生责备因，耶稣看见安尼大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近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的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的国，无亲像细囝的，决断袂得入去，就抱因，甲因看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事，还久所应允的也要归伫因。因是稳定的约的护士，
上帝用洗礼带因来成做上帝厝内底的囝儿，互因属伫基督来成做因的百姓。当恁带恁的细囝要来洗礼，你也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信仰。这是爸母爱应答的，吼，爸母。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开力，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导恁的细囝，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因所行合伫上帝的国度。恁约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帮助恁来守即个约。即点咱请会众起立。罗伊斯，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刘木恩，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免。照着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做未陪参会员，有份伫信仰的稳定。搭这个细囝的父母甲会众亲自来作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因的信仰，直到领受坚信礼。咱做伙三角来祈祷。全能永远伫地的上帝，阮恳求你来保守这个细囝。因带因的身躯甲灵魂，互因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就哪疼因。愿恳求你将稳定、丰丰富富赏赐互因，因带因平安经过做囡仔的时期，救因脱离少年的诱惑，直到成人的时，互因通家己告别因的信仰，搁会坚持到落尾。愿安尼祈祷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好，请坐。好，证书来，刘木恩，咱这届是上小朋友的圣经哦，哈。爸爸替客啦，哈。OK， 意思。来，相互转，咱介绍一下啦，吼，也是对我。对大家正手边开始介绍哈，这个罗以西哦，这个爸爸是罗胜光哦，阿公是罗仁贵，哦，咱欢迎伊，感谢主。妈妈嘛爱介绍一下，因为妈妈咧带另外一个吼，伊安尼较无方便来，陈子来伊嘛伫遐哦，我阿嬷嘛有伫遐哦，阿嬷甲阿哥拄仔嘛看着哦。哦，阿哥伫头前，好 ，OK， 好，请坐。第二位是我的右手边的，这是刘木恩，吼爸爸大家应该拢有看过，刘信宏老师，信宏老师，甲伊的太太，这个韩义，韩义，咱欢迎伊。然后我想，小姨的洗礼，拄仔咱讲是咱的父母愿意将伊的囝来献互上帝，然后伫上帝恩典下面。但是上时，这个细囝也要成做咱所有东门教会兄弟的责任。咱也做伙来眷顾这个细囝，然后伫因信仰的道路顶面，毋管因是伫倒一个路站，咱的助理学、青少年，一直到伫咱的家庭团契，这个兄弟拢爱成做这个细囝的帮助。好，咱搁一遍拍谱啊！来，恭喜因，请坐，请坐。那为着要报答上帝的恩典，咱三角要将信徒的心来奉献。
甘心的奉献，主啊，我愿意。请坐。这是我的报告。咱来看周报第7页，小会公告。第一点，本教会已经伫今日礼拜中举行洗礼甲信仰告别。咱要伫第2堂的礼拜散了，要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咖啡厅来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注意，是伫第2堂的礼拜散要召开小会。第2点，本教会已经伫6月2日举行门道会，咱今日洗礼这新人的洗礼有周美智、林月云、许黄文、陈月熙、林之佑小洗礼的有罗以熙、刘木恩信用个别的有黄琛怡、杨瑞珍、吴伟玲。第3点。咱小会推派监所委员主持各团契下甲机构的年会，咱改选明年度的干部，改选的时间甲名单如下：上个团契是伫8月初2，妇女团契是8月16，家庭团契是8月23，小学堂团契是9月20，圣歌队是9月26。咱的监选的委员，请咱家己看。教会消息第1点，下主日是总会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台湾教会广播社派陈友新牧师来伫咱的教会来讲道请安甲报告。就是咱的协助牧师请咱兄弟为着总会文字传道事工来关心代祷甲奉献。第2点本主日开始，咱要恢复2堂的主日礼拜。第1堂台语礼拜是上午9点来开始，咱有开放大礼拜堂甲2楼的副堂而且咱有提供网络的直播。第2堂是华语礼拜，咱是伫10点45开始，咱只有开放大礼拜堂，然后咱无网络的直播。第3点。本周是部会周，请各部长、调集部员开会。第4点，咱本教会要定伫7月12日第2堂的礼拜散了，要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咖啡厅来召开中集会，请中集团契机构首长有留时间来出席。请伫7月初8之前，将要报告的资料交予办公室的干事。第5点，因为端午节的连假所以咱本周刊登的奉献明细有6月21甲6月28。若是有出入的，请干事来更正。第6点，咱7月到9月新港讲的读经已经送到，请有登记的兄弟到办公室来领取。第7点，咱本教会要定伫7月12甲7月19这2个主日，要进行2020年上半年度的会计的簿册的审查。咱检校人员是由魏安丽姊妹甲林婉琪姊妹来负责来检校。咱的地点是伫1楼的副堂，咱是伫第1堂的礼拜散了，就开始检校。咱请各团契甲机构的会计人员将簿册来整理来比查。咱第8页基地的交通第1点，本教会蔡明荣姊妹已经伫7月初3举行告别礼拜。为咗要感谢教会的中职
牧长、长子甲会友的关怀，愿主安慰为主。第二点，本教会万忠诚兄弟已经伫7月初3举行个别礼拜，为主要感谢教会牧长、长子、会友的关怀，愿主安慰为主。团契消息第一点，小教练团契要定伫7月26日，就是第一场的礼拜煞了后，伫上午10点半伫教导楼3楼的大教室，伫要召开第3次的委员会，请副会长来协助调集，并邀请顾问辅导委员来参加。第二点，上好团契的报告。每礼拜四的聚会，团契聚会上午9点开始，咱地点要改伫伊丽莎白的纪念教堂，因为疫情门禁的关系，所以若总讲迟到的，请敲电话互教会干事来联络来开门。第二点，第2次的团契委员会要定伫7月初9，聚会会结束了后，伫上午11点，要伫社区发展中心的咖啡厅来召开，要请陈玉新牧师、团契顾问甲各委员来参加。以上报告下面，咱来看本周的金句。我先读一解，然后咱做伙来读2解。因为基督也一摆为着罪受苦，义的替不义的，是要带咱到伫上帝。论肉体就受死，论神就得活。彼得前书第3章18节。咱做伙来，因为基督也一摆为罪受苦，义的替不义的，是要带咱到伫上帝。论肉体就受死，论神就得活。彼得前书3章18节，搁一解。基督也一摆为罪受苦。义的替不义的，是要带咱到伫上帝。论肉体就受死，论神就得活。彼得前书3章18节。下面咱请李仁牧师来介绍人客。我先来介绍咱今日洗礼的兄弟因的亲人啦吼，因拢坐伫即个。咱的正手边这边，咱做伙起立，咱来欢迎因，好无？欢迎，好，请坐，请坐。特别咱伫顶礼拜也有两个家长吼，因有举办即个个别式，那因的亲遗族也有来到咱的教会，要用咱的教会长子担纲以及咱的兄弟来致意。感谢咱大家对因的关心。第就是即个民勇姊妹的囝吼，即个伊利甲迄个因的妈妈有伫，妈妈免徛下要紧，因来用咱大家来致意，感谢咱。请坐，好，请坐。第2位是即个中生兄因的遗族，吼，中生兄因的遗族伫遮，因要大家来致意。好，请坐。好，我想以上的报告。咱三个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399首，愿上主大人来。愿上主大人来，引点你心内，做点每时刻。甲你眼同在，我主因
诚心保守你对一世到永世达。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甲相通，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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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伫咱要互相行拼咧以前，牧师阁补充报告一个，咱今日的人客也是圣光的老师，即个陈安妮副教授啦吼，欢迎伊
伊样嘛会当继续参与伫咱的教会，咱继续为着伊来代祷，咱互相来行平安礼，还用适当的方式。咱请迄个小会员含受洗者吼，甲小姨姐的爸母拢做伙来翕相。翕相的阵会记咧口罩戴着啦，无啥物人唔知影。来。照相，马上站好。请小会员来头前，小会员。欢文来头前，欢文。喂，现场若有社福部的部员吼，咱等下伫二楼副堂也要开部会，多谢。有声牧师，蔡琼，叶颖先上台。说咧兄弟甲咱的小会员吼，拢来先来翕一张相。有声牧师，咱做伙来翕。紧嘞，来，再，有声牧师，说来，说，说，好 ，OK。好来，紧嘞。拢有啦，牧师娘啦。好，来，紧嘞。我来哦，咱要翕相。来哦。咱要翕相的，较紧上台哦。阁有人还未上台无？来，小朋友再上一阶，妈妈你再上一阶，你阁去哩一个。好，较边啊，对，相旁姐哦。妈妈你还要左边一点，不然小孩子挡到。
传道部的部员第101教室开会。喂。传道部的部员第101教室开会。喂。